的时阵这呢美丽，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闻着阵阵的花香味，爱情总是予人痴迷。 爱甲心肝底依陪，一句甜蜜的恋爱话，咸酸苦涩拢无怨猜。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 袂当将你放，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 着淡薄感慨，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爱情是幸福的所在。 妈，我看你也是规气甲阮做伙搬去你台北好唔好？这间厝的大项细项物件，拢有我妈足济过去，要叫我离开因，我也唔甘啊。台北就甲我放袂记了。当然啦，若是无甲你联络哦，耳朵互你念我足疼的。你干嘛在刘叔跟阿姨面前这样求我啊？本来就是啊。哎，来啦，我有要跟你讲。哦。志坚，妈，我甲树林讲一个话，马上转来。呀。我无希望因两个行遐尼晚啦。搁再讲，咱志坚条件遮尔好，
以后做是机会啊。你莫安尼替伊烦恼遮尔济啦。囡仔大汉啊，伊有家己的想法啦。课前的代志你袂记记啦。咱做唔对的代志，莫安尼一错再错，好唔好？我拄则去看过课前啊，以后阮无伫个，就麻烦你委员去墓园看卖。可千有你这个朋友实在足幸运的，你毋若替伊处理所有的代志，搁爱照顾因厝内的人，实在真无简单。老实讲，我无介意因将我当作客卿，因对我的呵护就敢若从前对客卿同款。只要因对我好，我的心就足痛的，就想要转去从前。单纯只是客卿的哥们，会当痛快玩在一起，痛快地闹在一起，甚至只会当伫边仔偷偷羡慕伊所拥有的一切。之前，我知影你一直将家己当作是客卿同款，友好阿嬷、刘叔还有阿姨因。也毋过，你也是你家己啊，客卿是客卿，你应该做你家己，你无可能一世人做客卿的影子啊。遐就是客卿遇难的所在，往事离咱遐尔远。也毋过，佫一直留伫咱的生活内底，抹也抹不去。你敢阁会记得，咱甲客卿讲落来迄天，大家拢无讲话，因为咱的目屎早就已经流大，无法度阁接出一滴目屎。是啊。当初我嘛是安尼想，伫我落山看到柯千因爸母的时阵，我看到因肝肠寸断一直咧叫，我嘛唔知影我对下来的目屎，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替柯千实现伊来不及实现的愿望。我要一世人替柯千照顾伊的爸母，我要替柯千做一个成功的建筑师，我还要替柯千找回新兰是吗？你是为着客卿，也是为着你家己。这2年来，你毋是一直想办法要找到新兰？你敢有想过？你是真是要为客卿照顾新兰，也是你家己无法度袂记新兰？我嘛是新兰的好朋友啊，我感觉袂想伊是无？也毋过2年啊，2年的变化有偌大，你知无？凡说伊即摆已经拄着好的对象啊，凡说伊即摆已经拄着别人啊。无可能，新兰毋是这款人，伊袂遮尔紧就将客卿放袂记。你嘛知影，新兰自细汉就承受遮尔多的痛苦，伊既然会选择离开，就表示伊想要一个新的人生。敢讲你袂感觉，老婆应该伫咧这个时阵去交了伊真无简单、才平静落来的生活，是无？哇！来啊来啊，还佫有一出菜，来，恁先食。哎，等，哈，免佫无闲啊啦，坐，到恁食来。好。袂用的啦，秋婆，我的性格走较拼拼。哎，秋婆伊讲的无毋对啦，逐日到恁遮毋知闹咧，啊若无，小等下我负责替你洗碗、整理灶骹，佮替你倒粪扫，安尼毋就好啊？哈？
人拢讲君子远庖厨，既然你无想要做君子，我嘛无法度啊。哎呦，君子也要吃饭呐、像叫我爱食你做的菜，牺牲一下嘛，无所谓啊。这是啥物？家己拍开看卖来。啊，我着看。哎呀，迄两香港这菜煮了无够好食，买啥物腐皮面、猪骨迄款尔。哎，这本书足贵的呢。啊，到遐几张图，啊，顶头写豆菜叶啊，甲迄落看无，那是过啥物意思个？俊华，多谢你，我袂一直收你的礼物，安尼你会开足侪钱的呢。你对室内设计遐尔有兴趣，本来就应该加看一寡国外名设计师的作品才对啊。安尼毋才有灵感，才有进步。搁再讲，只要会当互你欢喜的代志，开搁较侪钱，我嘛愿意。安尼是创啥？这本书我走出去已经书店仔找到的呢。我还是先来灶骹，甲灶骹拼拼。都已经2年了呢，难道你还要一直活在封闭自我的象牙塔里面吗？你乃袂当替你家己加想一下。我无爱你的承诺也是保证，想让你连接受别人的好意，你拢爱遮尔丢毒。喂，少年，后面弄较细个啊，弄歹我还阁停呢。迄个心兰啦，我甲俊华到连续逛了看哪秘鲁啊。你头拄哪遐青向啊？我家己嘛唔知影，我无爱新兰对我安尼忽远忽近啊。我总是唔知心内咧想啥。伫伊心肝内，我到底会算啥？你嘛知影新兰较早吼，我受过遐尔大的打击甲伤害，啊一时得个哪有法度遐简单去接受一个人啦？我嘛知影我拄则讲话有较匆忙，也毋过我实在无愿意看到新兰搁继续过迄种畏畏缩缩、既不敢爱又不敢恨的日子啊！你知影无？像阮这个做肉的啦，若三不五时啊吼，去互铁钉啊钉着，还是钢腿啊焊着吼，迄是药啊，安尼抹3、5工啊就好啊。啊，一个人的心肝意啊，若去钉着吼，嘿，迄药啊抹袂着呢，要好遐简单哦。所以啊，你现在要有一点耐心等啦。哦，等他自己心里那个伤口复原啦。啊，若复原哦，嘛还佫会坚皮遐结咱呢，等那皮啊拉开，啊，你就有机会啊你。问题敢真容易讲？用你的笑容，甲你诚心去感动伊啊！啊，你若超袂落吼，别人也无再来超我啦。多谢你，我会将你的话记在心肝内。但是哦，我觉得现在啊，要医治新兰的心病哦，上好是给一个稳定的工作啦。所以我打算让他到罗氏公司去应征啦。也毋过伊也无读大学，要入去罗氏无遐尔简单哦。放心啦，迄地基溜外深，有早起几站啦吼，我准扎的啦。好啦，就算讲伊有法度入去罗氏，你想应该蛮欢喜。迄个副总罗长生，你也毋是毋知也做人啊。安啦，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啦，啊。不是啦，秋伯。走了，新兰还等我们吃饭。拄只个痞子哦，应该有一点仔颜色看卖，空中挺腰，灌篮，耶！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妈，你是毋是无欢喜？我是想讲，课程的体格甲你差不多，毋则来遮的衫留落来，你若无想要穿，不要紧，我来收好势。无啦妈，留落来，我一点嘛都不介意。是我唔好，已经2年啊，我就是无法度来课程放袂记。妈，我会当体会你的心情。其实我甲柯谦，就敢亲兄弟啊同款，情同手足。我嘛足思念伊。我想柯谦伊伫在天之灵，嘛无希望咱遮尔啊悲伤啊。姐姐，我敢再有你，若无，我唔知要安怎活落去。妈，你放心啦，我会代替柯谦好好友好你。请看卖啊。想要到罗氏建设遮大间，是啦，你哦读到大学呢，迄算高等教育呢，啊去做什么服务生哦，我是感觉拍伤人安尼啦。你嘛知我伫罗氏做遐久啊咧吼，迄党会甲我算捌字的啦。你介绍表我你写写咧，啊你去找伊，吼，伊就甲你安排适当的工课啦。啊头若袂晓吼，哪学咧？哦。不管安怎，为着秋波，我一定要去试看卖。就这样，麻烦你。你讲你是工地区工头介绍来的？是啊，是秋波，伊叫我摕推荐信来遮见罗董。罗董，你是准查区东头爱你来见董事长，有也一个开会啦，无时间见你。歹势吼，敢会用麻烦你将我的推荐信交予罗董事长？这位小姐，阮罗董是日理万机哦，哪有时间管你这款鸡毛蒜皮的小事哈？也毋过秋波伊讲，秋波敢若是工地的工头，伊的推荐信是算啥物哈？阮罗是建设哦，是大公司哦，哪有可能随随便便就用一个人啊？区工头吼嘛算公司的老员工啦，无安尼啦，这种代志吼嘛毋免麻烦董事长啦。我是公司的副总的，我替你安排就好啊。与你牵手向明天。区工头吼嘛算公司的老员工啦，无安尼啦，这种代志吼嘛毋免麻烦董事长啦。我是公司的副总的，我替你安排就好啊。多谢。你先甲我讲，你是倒一间大学毕业的？你好好读什么科系的啊？哎呀，
实在是想无吼，阮副总心内咧想啥？一个大学无毕业的人，竟然讲要赢就要赢啊！搁较安怎讲罗氏嘛是大企业啊，唔知有偌济硕士博士要入班嘛无法度。哎呦，嘿，行较紧的好无？莫看东看西啦。哦。一个读中文系的人，你甲人学什么室内设计？你叫伊室内设计师这样好做，每一个人拢会用做是无？各位现场的嘉宾，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当中会当拨冗来参加阮磐石建设的开幕酒会。今嘛，就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磐石建设董事长刘立伟、刘董事长贤伉俪。多谢各位先进、各位好朋友，专工半工来参加阮磐石建设伫台北的开幕典礼。阮磐石建设呢，一直以来伫南台湾，一向拢是以客户的要求甲需要来当作阮磐石建设的发展甲思考的一个方向。所以以后呢，我刘立伟嘛继续以客为尊的这个服务的精神，带领着我所有的员工，为大家继续努力。继续拍拼。在未来呢，我会开发真侪真高品质的建设的方案，带予大家呢品质上界悬的客家甲休闲娱乐场所，再来回馈予社会，也各位先进、各位朋友对阮磐石建设的看成甲爱护。感谢感谢，哎，恭喜哦，多谢无因个人走一遭。喂，加油！好，多谢。多谢你。哦，多谢你啊！多谢你，来，加油！谢。老板，恭喜你成功起开幕，生意愈做愈大。这只螺是迄个老董的哦，我看行到袂食袂困的，随时惊你去来拆招牌哦。哎，莫安尼讲，这罗氏建设伫北部地区哦，算是老牌老字号呢。佮再讲，这老董的哦。是我刘立伟个人哦，一直想要学习的一个前辈啦。立伟有今仔日的成就吼，也是可能这朋友该斗相共呢。无咯，老董的当然啊，恁足客气、足谦虚的。哎呀，哪有遐啦？来，恁请啊。好。哟。多谢，老板，真久无看。哎呀，三班兄弟真正真久无见呢。啊，阮来叫啊，大埔建设担当的啦。哦，这久无见啊呢。夫人啦，卖客气。哦，夫人这一年无看，感觉这的青春这么美丽呢。哪有影啦，老啊啦。爸，安怎？这顶靠前哦。哇，定
听老大咧学落因后生，讲人个缘投，头脑个好，确实无碍，正甲应用出少年啊，果然无错。歹势，我毋是客谦，我叫陈志坚。伊是我收的客囝啦。歹势，啉着去啊？袂啦。对啦，啊，柯七人伫倒位？我带来甲熟悉一下啊。客栈吼，2年前发生一个意外，伊人已经无伫了啦。阿芬啊，妈，你是安怎啊？志坚，妈，先扶你妈去休困一下，叫我来招呼就好。好，歹势吼，妈来。老大呢？实在是真歹势，啊，我实在。哎呀，三伯兄弟讲遐，我底食无多嘛，过去放我过去啦。来啦，我介绍几个新朋友，互你熟悉一下。来，啊，较细腻哦，啊，你遐济啦吼。妈，你有要紧无？都已经2年啊，我是无法度啦，去前放回去。妈，爱我送你转去休困无？唔免啦，我在家休息就好。妈，你去，来恁老爸斗招呼人去，也若无安尼就歹势，啊？要毋过，你去啦。好，无你小休困一下，我先来去哦。小姐，歹势吼，这是罗氏建设要送给您的贺礼，请您签收。哦，稍等下吼。李信来，李信来。伊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小姐，歹势，这是罗氏建设要送给您的贺礼，请您签收。哦，稍等下吼。李信来，李信来。你来这做啥？阿姨，你莫叫我！这扫帚子，阮老家予你害到这么凄惨，甘也要我无够？你要死一个！你要死一个！不是啦，阿姨，我今日来是替公司送来回来，我。你明知我上讨厌兰花，你搁送兰花来？你是跳到人脚去洗心？无啦，阿姨。你要出去！你要出去！不应该啦，阿姨，我会等你签收。你要出去！你是臭戏人，听无是？我来你讲过啊，我一世人拢袂搁看到你，你听无是？你让我死出去！阿姨，我。你还讲唔出去？无你是咧偷皮良心！出去！
啥物代志啊？阿芬啊，你要紧无啦？你有受伤？阿芬，一定是你，我一定是你偷偷咧改来无？我，你唔才会知影今仔日是咱公司开无？你唔才会知人调对无？你改咧来好对无？阿芬啊，你是讲啥话啦？志贤啊，你留咧先招好一下，我扶你妈去休困一下。阿芬啊，妈，阿芬啊，各位无代志啊，请你去内底继续享用阮准备的餐点，好不好？多谢各位，来，等等，来面请啦，哈，来面请，多谢哈。罗氏企业。你是安怎哈？你才拄啊上班呢，头一项代志就不搞乱七八糟，哈？捅这么大篓子还敢回来啊？袂得这系列啦，我毋是调工安怎？做唔对代志，够有理由是无？你敢唔知影盘石建设是咱罗氏建设上大的竞争对手？这声好看啦，规个建筑界哦拢咧传啊啦。唔知影的人哦，就是咱罗氏建设遮尔啊小家子气啦，派人起来盘石建设哦触眉头啦。你是足厉害啦，两三下就罗氏建设的名声哦拍歹去。副总，系列啦。即摆讲实个有啥物路用啊？我也真啦知影吼，你安尼糟蹋伊辛辛苦苦吼拍拼起来的名声，无人骂甲臭头吼才怪啦。你会使转去，出遮尔啊大个代志吼，公司无法度留你啊啦。你好，这是水电行。喂，俊华，你咧报应哦？哦，阮爸招阮妈去洗过啦，所以我只好一个人留来顾店啊。哦，那算了。不要紧啦，我有闲。对啦，你毋是要去罗氏上班，敢有顺利？算去，莫阁讲啊！我才拄啊去遐上班尔，就闯祸啊！而且佫拄到一寡无应该拄到的人。啊？你讲的人应该毋是罗副总吼？算去啦，我无想要搁再讲这个代志啊。看你当时有闲，咱两工才搁讲。小弟，无安尼啦。今仔日暗时啊，咱请秋伯食一下饭，当作甲答谢好无？你先去约秋伯。我敲电话阮爸妈，叫因较早转来顾店的。小弟我来工地找恁好无？哦，就安尼讲定啊。好，拜拜。喂。歹势，请坐。对啊。歹势啦，老先生，今仔日的代志吼，完全是一场误会啦。歹势，我姓陈，磐石刘立伟是我的干爹。歹势啦，老陈先生，我来解释一下，今仔送货的代志吼。阮公司吼是绝对无恶意的，而且吼，这拢是吼员工糊涂吼惹来麻烦啦。副总，你免紧张啦，阮磐石建设袂将这款小可代志放伫心。那安尼吼，老董迄边吼，就爱麻烦你替阮解释一下哦。这你搁较毋免烦恼啊，阮干爹哦，毋是小心眼的啦。陈先生啊。想袂到吼，你遮尔啊少年呐，看来磐石建设是一间真有潜力的公司哦。你过奖啊！对了，我今日来就有一件代志要麻烦你。
我要甲你探听一个啦。啊，你要探啥啥？就是下晡散会来迄个小姐。哦，你讲迄个李新兰哦？对，就是伊，伊即摆人伫倒？伊甲阮公司哦惹遮尔大麻烦啦，又搁得罪老党，我已经来洗头路啊。你是讲你甲洗头路啊？是啊，真实的啦。无用心的新人哦，甲恁添麻烦啊啦。真无拄好。啊？无拄好？啊？你甲伊是旧识？哦，我甲李小姐是老同学，后来阮失去联络啊。罗副总，敢有方便将李小姐联络方式还是地址啥物互我？以后阮办同学会嘛好通联络啊。哦，原来安尼哦。啊，毋过吼，伊敢若来上一天的班啦，毋知影人事室有留伊的资料无？我叫人吼来你查一下啦，哈。好啊，麻烦你啊。袂啦，多谢你哦。免客气啦。李大哥，歹势吼，请问超无人咧倒位？后边试啊，你家己做，啊，大家有迄落材料较注意吼。好，多谢你。啊，你就照你的意思安尼去做就好。啊，等你老经验啊，我相信你啦。好啦，啊，不是样代志要甲参详啦。就关于迄个心兰嘛吼，啊，心兰是安怎？罗老奶来工地找手婆。罗老手婆较犀利。哎，心兰啦，多谢你甲阮化解。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心兰人啊！地址应该无唔对啊，哪个今晚还袂转来？是毋是抄唔对啊？哎，借给一个吼，哎，小博，新人娘啦。哦，免急，这摆医生吼，拄好甲检查过尔，头壳有小可弄着啦，但是好加在讲有滴迄个安全帽，不要紧啦。哦，什啊惊死！我入来看卖。唔好啦，医生哦，头拄已经有甲做一档吼镇静剂，就是希望哦要叫休困一下安尼，咱莫去甲吵吼。小博，这位是？哦，伊是阮公司迄个。我是公司的董事啦。我姓罗啦。嘿啦，我工地迄边的董事啦。啊，加在伊哦斗3工才甲新兰送来病院。罗伯伯，幸会。小博啊，哪会去出这个意外啊？有啦，这事实是安尼啦。我伫咧工地啦，有物件落落来吼，都要缀着我。心兰哦，为着要甲我喊一声，所以毋才发生这个意外。讲起来拢是我唔对啦。哎呀，千错万错嘛，拢袂到你的错。这个罪魁祸首啊，是罗氏建设。这囡仔讲，我哪有讲唔对？假使今仔日新兰也无甲你警告，那你倒你迄病院内面人就是你呢？无你甲你的好嘛袂完全。哎，所以讲吼，会发生意外，绝对毋是偶然的啊！这根本就是罗氏建设无咧重视工地的安全，讲较歹听的。就是罗氏的高层管理不当，草菅人命啊！问题是伫个吼，看啥人较衰啦，啥人做医生病尔啦，小博，我讲的对无？
有啦，其实这吼，安尼看起来，你对罗氏建设敢若真有意见哦。哎，我对罗氏建设写啊，敢若咧行阮家的灶骹的啦。想当初我差一点变做罗氏建设的设计师啦，为着要入去罗氏，我阁下了不少功夫呢。等我入去罗氏了后实在是吼，互我足失望。伊叫做君华啦，都读建筑的啦，往哪有去罗氏公司上班啦？结果有迄个势力做作又狐假虎威的罗长生，抬头吃家己的。罗副总哦。这边我一定要去甲伊争取到底。顶一边我嘛是伫咧工地调伤的呢。公司毋若无我任何补助慰问，我讲我是无注意应该死好了。有这款的代志哦。安尼好，我问你咧，我若是徛出来替你甲迄个头家来争取公道，你会甲我斗相共无？我当然嘛愿意，只要你有决心我一定挺你挺到底啦。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公理。好，大你决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各位啊，你哪去甲俊华做迄款的教授啊？这个囡仔真有活力啦，将来一定真有出头的。咱公司即摆拄咧欠这款的人才，我毋当要甲试探看卖啊。免试啦，袂互你失望啦。当然我是希望安尼，毋过嘛是都爱看卖啊咧。毋过这个秘密你也甲我保守好哦。我知啦，那我你毋免烦恼啦。你顶多啊烦恼长生可跑因啦。我死因若伫你的面头前，你若咧讲啥重骹上就三咧乱舞啊啦。你参照阮咱咧工地啦，我都甲讲大门这边人较济啦，咱咧南马孔安尼出入门都毋通开咧遮，就开后壁遐，伊都敢若唔啦，今晚就出代志啦。那这就是你唔对啊！你哪会无较早甲我讲的？你是老经验呢，哪会用去放在互伊安尼学爸母啦？哎呦，我甲讲伊都唔听人伊副总啊，恁搁亲情代啦，对无？我若要甲你讲啥话，当作讲我咧挑拨恁的感情咧啊。那你这款的老兄弟这就是咧做假的啦。你甲我遮侪年的交情，还佫有啥物话袂用讲？当初我要叫你做经理你死都唔无，无哪有通轮着长生这个狗囡啊？安尼啦，明仔载我来发布人事命令，你来做工程经理。我你家己去做，你当作我咧爱坐咧办公室吹冷气哦。我甲你讲啦，我家己4年稳啊有机会啊，我即若是做工头就好啦。嘿，你实在真固执呢，莫搁讲明仔载就转来做经理，我无爱啦。你莫咁小创治啦，我咧讲你搁叫我做经理，明仔载我就放弃啦参像即阵安尼啦，我做工头安尼老兄弟三我是实习袂，敢无足爽的啊！唉，讲起来嘛真怨叹啦。假使讲我若有通讲有一个一男半女咧，伫咧事业上会当甲我斗分担一下，毋知要偌好。嘛较袂像即摆安尼，我家己一个做甲安尼艰苦甲搁寂寞啊！唉，你若讲这算计着我对你较歹势。过去拢无替你想到这点呢。好啦，即马公司我哪甲你斟酌啦？若迄个少年能力都袂歹，人品佫赞，佫肯打拼迄款的咱就哪甲培养，甲留在你的边做你的助手，后摆你嘛较轻松，对无？话是安尼讲无毋对啦，也毋过像你讲的这款的少年的嘛真好找啦。无要紧啦，你算讲老剑仙啊，你再较甲我斟酌一下啦，妹啊，新人有啥物状况，随时啊甲我通知哦。会啦。遮尔晚你还袂困哦？你无回来，我哪会困下去啦？我有烦恼呢，爱走倒位？无啦，对公司有一寡代志，所以。遮尔暗啊，还佫有啥物代志？开幕酒会结束了后，我就四界找无你呢。妈，其实我去。我知影，
我知影，你是毋是去找李新兰？是毋是李新兰要袂介绍查某去找你？是毋是伊去找你？要袂介绍查某去找你对无？妈，新兰伊无来找我，是我家己去找伊的。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要袂介绍查某去找你对无？新兰伊无来找我，是我家己去找伊的啦。袂用的，你袂用去抓迄袂介绍的查某。难道就袂发生遐尼济代志？若毋是伊，我的课前都袂死。妈，我一世人无法度原谅伊。师姐，你爱听妈妈的话，你爱听妈妈的话，你唔通去抓迄个查某，要若无你是会衰的哦。我来讲哦。你甲冷静好无？妈，你甲冷静。妈，你听我讲啦，当初课前的死，实在是一个意外，甲新兰一点仔关系都无。你毋知就阮受罪。我不准你家见面，安尼你有听无？我安怎？你做袂到是？你甲课前同款，我唔听我的话是？你两个拢甘愿互我伤心，嘛是要去找迄个李新兰是？无啦，妈。我真公平啊！我到底做啥物心志是安怎互迄个查某姊妹耍？是安怎啊你？师姐，就是我妈救你。我来跪，我来跪。妈，莫安尼啦！你千万唔通去抓迄个李新兰啊！唔好啦，我会惊啦，我会惊我会失去一个后生。我求你，莫去找伊，好无？莫去找伊啦！好。柯倩，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我一定代替你好好守护新兰。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一切，我不会让任何人来破坏伊。任何人。新兰，柯倩，你哪来遮？你哦，一直拢亲像囡仔共款，互人足担心的。是安怎不会注意安全呢？害我足烦恼。你哪会将我的手举到遮暗？我也袂走去啊。我就是惊你走去啊！来，我看卖，完总。新兰，新兰，君华，你哪伫咧遮？你精神就好啊！你敢知影我有偌烦恼你？我规暗拢陪伫你的身躯边，对你一直讲话，就希望你会当较早清醒的。多谢你。唔通安尼讲啊！
哎呦，干嘛那么小气啊？喂笑笑也不行，跟他囡仔同款。哼！是安那，我会将伊当作是客签的。我真是足想客签的。也毋过，我到底是思念客签，也是思念互人照顾、互人宠爱的感觉。拜托，你莫用这种眼神下看哦。万不然，我若挡袂牢，甲你浸落去，你是毋通怪我。张君华，你哪一天敢唔到咧滚耍笑啦？笑飞人去倒？我就是我的真情能打动你的心呢。笑无伊哦，出去替我买宵夜啦。阮两个人规暗拢无食。要我大肠顾小肠啊！哎呀，你看嘛，这个工地啦，货车卸货的动线凌乱，唔但对安全有影响，嘛影响到工人的工作效率呢。而且若是有大批的原料要进场啊，所有爱卸货的货车拢爱等个车排队呢。到时阵啊，交通一定大乱啦。你看，有没有搞错啊？该捡的废料也无清理掉啦。哎，哇，你看到无？哦，这个安全网啊，竟然破一坑这大坑，乌啷啷啊！万不利因有钢腿啊落落来，有人头冲出去，我讲这头壳唔着开火，对无？所以讲哦，这个工地啊，拍四过拢是陷阱，真正惊死人啊！哎呀，你看迄边啊，迄块原料、废料、甲机具，全部拢放伫遐。若是有工人为遐行过，踢着跋倒，安尼要安怎？哈？哇，想袂到我的工地足多缺点哦。嘿嘿，佮当你才知，若是真正甲检查起来，还佫有真侪问题的哦。你来看嘛，这块原料就放伫遮啦，这毋着应该找人来集中管理，毋才对。万一半暝啊，贼仔来甲搬走，安尼要安怎？对无？害人犯罪啦！哎呀，讲一句良心话啦，这个工地拖即摆出代志，真正是万幸啊！你知无？哇，无采我安尼定定坐这个工地安尼出入，我所看到还佫无当处理遮尔顶真咯，我实在见笑。嘿嘿。我是建筑系科班毕业，这方面当然嘛较敏锐啊。那恁即摆应该知影，要安怎改这螺丝的负重据理力争啊吼。讲实在，咱嘛毋是挑人要找伊麻烦，只是讲要互伊一个机会，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营运成本尔嘛。假使我若是螺丝的董事长吼，我一定感激你的。你讲了足对。我今仔日有约迄个罗东市长要甲伊见面，要讲工地安全啊，佮赔偿的代志，你甲我来走一趟。我昨毋是答应你啊，一切包伫我身躯顶啦，哈。行，咱来甲伊理论。行。你甲罗斯的人真熟悉无？我这个人算讲空交啦，较爱交朋友啦。君君啊，你家一个人先去哩。我向想着吼，我有重要的代志，卡是通特别等你。袂要紧啦，我等你电话卡煞再斗恁起来啊。无喏，我较落档约的时间吼，特别到，伊这个人真准时。你先去哩，我了要睡觉，吼。拄则董事长打电话来讲，今仔日有人要来公司，讲工地安全的，爱我出面处理者啦。我这烦恼唔知影是啥物单位要来找麻烦啦。副总，我搁甲你倒一杯。张君华，你来这是要创啥啊？我来找罗董。我有真重要的代志啦，无时间甲伊啰嗦啦，出去啦。歹势我甲恁罗董约好啊，我是来讲工地安全的问题的啦。原来是甲你讲啊，我叫是倒一个政府官员要来检查刁难的，害我紧张啊要死。政府官员若是无来检查，工地安全的问题就唔免重视是？真歹势吼，这是阮公司的内部事务，你无需要加问啦。
恁莫当作会当将昨工地发生的意外责任撒到一干二净哦。工地出意外，我哪无听人讲呢？公务部也无来我报告。紧去查看卖啊，是倒一个员工出代志。是。唔免查啦，出代志迄个员工叫做李新兰。伊走了，我是头路啊啦。搁再讲，工地本来就严格禁止闲杂人等进入的啦。伊家己爱去遐出意外，要怪啥物人啦？若准讲出啥物代志，阮公司才是上大受害者啦。嘿，你安尼讲是真假的问题？你凭啥物这样大细声？去叫警卫来这个人赶出去啊！免叫啦，我家己会晓走。若亲像你这种唔知影反省、无人性的公司啊，叫我来我嘛不爱来。一点仔前途都无。无唔对，若搁继续安尼落去，这间公司真正是无前途。阿姐，董事长，董事长啊！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苍生啊，我将公司交予你管理哦，居然出这么多代志，你是安那连一点仔都无了解的？这拢怪下面的员工暗藏事实，无将状况来向我报告啊！身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应该来掌握着公司大大小小的代志啊，唔通干那下下要关倒在办公室吹冷气啦。是啊，我知。即摆潘石公司已经开幕啊，刘立伟正伫要甲咱罗氏公司来拼这个第三市场的龙头的地位。虽然讲有竞争是好的代志啦，也不过咱袂用来轻视着这点呢。啊，若无，咱辛辛苦苦所拍落来的基业，都要双手牛人啦。是。我发现讲，最近咱公司伫管理上出现着真侪问题甲缺点，当然也包括俊华所提出来工地的安全问题。咱罗氏企业到即阵啊，也是应该好好啊整顿的时阵啊啦。俊华，你有愿意协助我无？你希望我哪甲你合作？来我遮上班，我互你做客户部的经理。不会吧？董事长，张先生无什么经验，你就互伊做经理，安尼违反公司的人事制度呢？制度是人定出来，有需要的时阵是会用去修改。人讲啊，一时风都爱使一时船呐。俊华，你愿意协助我无？这阵公司各部门拢需要整顿，对外阁有真侪客户还要进行。我也是真心啊，希望你会当来加入我的团队，甲我斗阵拍拼。我毋是无要你斗相共啊，也毋过我经验不足，惊无到胜任。这你放心啦，我会叫长生哦，好好来协助你。长生啊，是啦，全部交我啦。中华老弟，拄正老弟做的所在吼，请你多多包涵。是我火气伤大啦。俊华，安怎？全决定啦吼。好啊，我试试看。这甜干吼，我去夜市遐买啊，资料咱毋知食哩也买。足好食，多谢你照顾。三摆囡仔讲的，啊，平常时啊你甲我照顾，这阵我甲你照顾，应该加食一寡较补吼。哎呦，会当起来食物件哦，安尼应该无问题啊啦。医生观察过啊，讲吼袂有啥物后遗症啦，啊，明仔早透早就当出院啊。哎呀，太好了，新兰啊，后抓你若起性地时阵哦，我一定袂互你离开我的视线，因为安尼哦实在是伤过冒险啊。哎，你是咧讲啥啦？真难啦，即摆吼安尼害你受伤，真失礼啦。罗老，你唔通安尼讲啦。啥物罗老？嚯，你唔知伊是罗氏建设的罗青云董事长呢？
我就是罗氏建设的董事长罗清云啦。拢怪我督导不周，而且工地的安全顾了无够严格，煞来害你受伤，所以我伫遮心中甲你道歉。莫安尼讲，董事长。罗董的甲我算老朋友啊啦。伊就无爱互知影讲伊是董事长，伊讲安尼对公司咧行大公司基层有啥物问题，伊较会知影。毋过佮讲出来。好，这是我超工交代区的叫伊将我的新闻毋通讲互恁知啦。希望恁毋通见怪。袂啦，董事长嘛是为着公司好，我会当了解。金华，恭喜哦！安怎？今日去总公司补物件哦。君华已经答应要来公司做我的客户经理啊呢。敢真是咧？我是学建筑的啊。今仔日甲董事长开讲了后，我真认同董事长的理念，所以我决定要去试看卖。安尼就好诶，你一定要加油哦。耶！心兰啊，你嘛来我的公司上班个？我。进前区的一直甲我推荐你啊。伊敢毋是讲有叫你摕一封这个推荐函来找我？是啊，也毋过董事长，我上班的头一天就闯了大祸。你放心啦。董事长已经将代志查真清楚啊！迄件代志其实是一个误会，迄个磐石建设迄边嘛同意袂去追究啊。是啦是啦，这罗副总的甲美德我已经拢有甲伊教示啊。过去的代志你就莫去计较你来我的公司上班来做我的秘书。袂用的啦，董事长，我连大学的文凭都无，是要安怎做秘书啦？他讲的啥物话？文凭是要怎？阮豆油也袂食你啊啦！董事长。伊一直咧学室内设计啦，欣然啊，这是你踏入来这个行业上好的机会呢。是啦是啦，因讲了拢足对。你安尼有一份时时刻刻拢想要上进的这个心，这个才是上界重要。所以你来做我的秘书，我相信一定会当做甲真顺手、真好势啊。等我咧想，去遐懵逼啦，秘书呢？是啦。安尼就对啦。爸，老早。要出去啊？是啊，我想要出去运动一下。志坚啊，你穿这件衫，我记是你是客签的。是啊。这是课间的运动衫，你若感觉无好，我去换一束。不要紧啊，为着你妈甲课间的衫拢留掉的，你若会穿的摕去穿，较袂拍算。爸，你是毋是规暝拢无困啊？规暝都咧想东想西，困拢袂去的。啥物代志，互你困袂去？你交代我去做就好啊。最近有外商公司啦，要伫咱台湾投资一个上大型的休闲中心。这个消息伫咱业界造成真大的轰动。每一间建设公司拢相继要来摕到这个 case， 包括咱的对手罗氏建设。爸，我相信以你伫业界的知名度甲你的技术应该是100%有把握摕到这个 case 啊。问题的关键是，你若是要标到这个 case。你相对就要来提供会当来起这个休闲中心的土地，所以即马真侪建设公司拢接袂落手。咱嘛小想，我就是为着这个问题咧伤脑筋啦。原来是安尼啊！罗氏的手头因即马持有的土地上侪啦，所以即马暂时是占优势。但是这个机会对咱磐石来讲，是咱伫咧业界一步就会当上天上好的机会，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罗氏的手头甲这个 case 抢过来。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这个机会对咱磐石来讲，是咱伫咧业界一步就会当上天上好的机会，
这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罗斯的手头，把这个 case 抢过来。爸，你放心，我一定甲你斗3工，将这个 case 抢过来。你有这个心，我就真欢喜啊啦！这几年无甲你白痴的吼。也毋过土地问题真歹解决呢。志坚啊，你最近有看到新兰无？爸，你是讲迄天伫酒会送回来迄个查某囡仔，是毋是就是新兰？是啊，我去查过啊，送回来迄个就是新兰无毋对。对伊来讲，确实是真为难。你知影最近过了好？我唔知啊，我到即马还未甲伊见面。恁是好朋友，见一来面应该无要紧啦。你若是有见到伊，替我问好一下。爱记得哦，伊若是有任何的需要，爱甲我讲的。我知影，你放心。爸，那呢，我要来运动啊。别去。志坚啊。新兰因到底庄脚的迄间厝，迄块土地若是摕来起休闲中心，应该是真理想才对吼。虽然讲你已经出院啊，也毋过医生讲吼，你还是爱加休困，知影无？啊对啦，还佫有吼，你爱准时食药，知影无？可谦，进来。可谦，进来，进来，志坚，进来，我找你找足久了呢。你是安怎穿可谦的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开门啦！进来，进来，是的啦。哎呀，你误会啊啦！我唔是挑工要穿可谦的衫来刺激你的啦。进来，你开门，我唔是挑工的，你唔通介意啦。你开门好不？进来。你先休困一下好不？伊才出院尔呢。进来，你是安怎？你紧开门，互我入去看你啦。是安怎？你的个性这么啊倔强，一定要一个人住在外口。阮大家也是这么啊关心你。你还佫会记阿嬷无？阿嬷一直咧念你呢。新兰，你紧开门啦，新兰。阿嬷若知影我找到你，一定足欢喜的。你莫这么啊倔强，搬转去住啦。安尼以后大家就当逐工见面啊，就当照顾你啊。我已经不是老家的一份子，虽然我嘛真思念恁大家，也毋过无可能甲较早同款啊。你哪会讲这款话？感觉这2年来，你在外口受的委屈，互你连人连心拢变啊，是无？这个吼之前，所有的代志拢已经无同款。我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李新兰。什么叫做无同款？我听无。我敢若知影，我真辛苦才找到你。是安怎你要甲我撇清关系咧？你讲遐尼啊轻松，也毋过过去的代志，敢讲会当放袂记就袂记啊，是无？莫阁讲啊，好无？你甲我点去啦！我去新兰的代志，无需要你这个外人来插。陈志坚，想要再相逢，想要再相逢，怀念着迄段心痛的恋情。咱真心对待，不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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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家人讲，予你知，阮对你深深的爱。
来，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咱两人重新再来，搁一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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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月亮讲，予你知，阮对你深深的爱，想要再相逢。